台南是全台除了基隆以外，独独无产地的地区。但伫个台南知名手摇饮茶之魔手，甲着农业部地改场的努力，伫个东山区找到一块土质，甲着气候环境适合地业发展的所在。日前嘛正式启用，包括市长黄伟哲、地改场的场长苏宗正，以及茶之魔手的董事长，甲着侪位的议员共同举行剪彩，甲着地庙的政治仪式。我们非常感谢茶之魔手王董事长，也感谢我们茶改厂苏厂长，大家一起能够开创台南茶叶的第一春。因为过去根据农业统计年报，台南的茶做的面积是0，从今天开始就已经不是0了，突破这个为过去的一些大家的想象。那茶是高经济作物，台湾茶也是远近驰名，但是台湾茶缺了台南这一块拼图就不完整，所以能够开创台湾茶、台南茶的版图，我们觉得今天真的是与有荣焉。尤其茶之魔手过去在台湾的耕耘大家都很肯定，而且台南人每年以去年2024年的这个茶叶消费金额、茶饮消费金额高达79.6亿，凭人均茶饮消费的金额是全国第一，达到4199块钱。因此呢，我们消费了这么多茶饮，没有理由我们自己不种茶。而台南在东山找到适合种茶的这么好的地方，我们未来一定要好好开拓，也未来好好希望政府能够配合支持我们这个台南的茶叶发展。业者表示，产地区位伫东山区南势地带，总面积大约17公顷，其中15公顷将规划做茶园。目前园区主要规划有栽种四季春，甲着台茶18号2大品种。未来园区内嘛将兴建制茶厂，对种植到采收、做茶，拢会用伫现场来完成。做茶厂目前嘛已经伫进行申请的程序。如果3年后，茶园等会进入稳定的采收期，到时等会正式投入做茶的产能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